人大咗咧，社交圈最大嘅變化咧，其實都唔係朋友少咗嘅，係喺你嘅 contact list 入面咧，就已經冇人得閒啦。以前約人食飯啊，一句話出唔出嚟啊，真係冇5個都有翻3個即刻舉手噶。而家約食飯啊，真係以為東岸約緊西岸嘅人。你又要睇小朋友時間表啦，又要睇老婆嘅 schedule，你又要避開啲工作嘅 deadline，最後大家打開個 calendar，發現有個空檔咯，喂，係下個月第2個星期嘅星期4喎，可能8點15分咁。然後我仲要加一句，喂，暫定先，我哋之後再 confirm 啊。咁用交易員嘅角度睇啦，成年嘅友情咧未必係消失咗嘅，而係流動性枯竭啦。以前啊，大家都係屬於高流動性資產啦，隨時啊買賣，隨時啊見面啦。而家個個都變咗私募基金咁啊，鎖定期又長，贖回條件又複雜，喂，仲要3個星期前預約。最慘都係啊，大家都未必係唔重視對方㗎，而係每個人呢生活裡面都加咗好多槓桿，工作啊、家庭啊、小朋友、父母、供樓、健康，每樣嘢都喺你自己嘅 balance sheet 上面佔咗個位置。所以到最後啊，成年人可能最真誠嘅一句，都唔係話我好掛住你嗰啲，係我真係好想約你㗎，不過最近真係忙到癲啦，在心中啊大家。所以以前嘅友情咧就靠見面維持啊，而家嘅友情咧就靠理解維持嘅。成年人嘅社交圈唔係朋友少咗㗎，係每段朋友嘅關係都變成咗低頻啦、高信任嘅資產啦。可能1年見2次，但可能每次都要講翻近時做過嗰啲低能嘢。呢啲朋友啊，先係真正穿越週期嘅長倉啦。想聽更加多呢類嘅故仔，記得 follow 翻我。